2025年，我要開網店，我要做店主，我要搏盡無悔。喂，夠啦！見係你，我想同你講句真心話，成日都要搏盡無悔，但係冇諗清楚個方向就亂衝。搏係有方法、有系統、有戰略㗎。開網店點先可以有 click rate？ 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元素係你識唔識落 ad。當你麻木落 ad， 但係回報都係麻麻，你有冇諗過而家嘅問題出咗喺邊度？其實你嘅問題出喺 content 度，唔夠 creative， 唔夠痛點，冇針對 target audience， 啲 content 唔得 ，ad 同 CPC 就會貴 ，cost 會越嚟越高，最後網店亦唔會有太多 click rate。你有咁多問題，你都未睇到，你以為開網店係好簡單？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唔熟悉 ecom， 千祈唔好以為自己上 YouTube 就學到，你要揾熟悉嘅 content creation team， 用錢揾專業嘅人去幫你，而呢嚿錢一定要使。如果唔係長期落去，你都要俾翻落唔 work 又冇成效嘅廣告度。你要有 ecom 嘅 mindset 先可以喺電商生存到。如果你想賺100萬，你要先有200萬嘅 mindset； 如果你想賺200萬，你要先有300萬嘅 mindset。記住，如果你連基本嘅 mindset 都冇，你係永遠唔會賺到錢嘅。Hi， 我係 Ecom Frank， 30歲，係 10X 電商大學嘅創辦人，擁有2間過億銷售嘅網店。亦都因為呢條成功嘅網站經營方式，令到我可以對自己生活有選擇權，可以脫離朝九晚六，亦令到我更加多時間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我係香港出世，但係17歲就過咗去加拿大讀化學工程，名副其實嘅 ABC 一個。我呢個 ABC 之前都好彩入咗一間大公司做，我試過全球最大嘅石油公司，有40人 under 我，之後被 Pepsi 請咗我做 full year， 一切都好順利。但順利又點？當個市唔好，250人俾人炒咗，我先識驚，原來工唔可以打一世，打工唔係一個長遠穩陣嘅方案。之後我喺度諗咩方法可以用最低嘅成本拎到最大嘅利潤。當時我揀咗 ecom， 我用自己嘅經驗，用咗4年嘅時間，創立咗2間過億嘅網店，亦設計咗一套 10X 電商大學嘅 ecom 必勝手冊。呢個係一套專為想創業但又唔想亂咁燒錢嘅人而設計嘅網店 formula。我保證我可以教你全方位咁由落廣告去到入貨 branding， 我都可以用我嘅實戰經驗幫到你。其實開網店真係唔需要咁麻煩，一條 formula 就已經搞掂。俾15分鐘我會同你講晒成條方程式，等你唔使再冇晒方向。雖然我已經準備咗15分鐘嘅 10X 電商大學嘅教學影片，不過喺你撳入下面條 link 之前，我想你諗清楚，究竟你想成功定係想蝕？如果你真係想成功，立即撳入下面條 link，一定幫到你。入面見。